中秋音乐会，希望这个音乐会的举办能够让收容人感受一下一个过节的气氛。同时，我们很多关心我们的这些社会的这样的公益人士，今天也都莅临本间。我想也是把这些社会对我们收容人这样的温暖的关怀的心呢，传达给我们收容人知道。同时，我也是期许我们收容人能够感受到社会这样的心意，能够在我们间内好好来扶起。那期待他们能够早日出监，回去跟家人来欢度中秋。云林地检署也是希望说，在这个佳节那个中秋月圆的时候啊，希望这些受刑人能够把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想清楚的事情，真正的把它想清楚，那以后就不要再来。那包括这一次来办音乐会，我想也对他们是很重要的鼓励，然后可以抚慰他们思念家里的心情。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时间未来他们回到社会之后呢，在这间寓所里面所学习的，然后所接触的，都可以成为他们良性的力量，然后良性的动力，然后回到社会之后，能够融入社会，然后贡献社会。节前的一个面对面恳亲那我们总共有271位的收容同学呢参与，那家属总共来了450位左右的家属来共同参与这个活动。我们是希望借由这个恳亲活动，能够来做一个家属跟收容人之间的一个连结，增强他们的支持力道，也给收容人有信心有力量在里面能够深深去悔改将来能够回归社会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活动有一个特色呢特别的聘请我们云林在地一个泥土雕塑大师呢特别来入监那跟家属还有收容人之间做一个互动，希望借由这个亲情的交流，还有这个雕塑促进家属之间的亲情。能够使他们能够更有力量，能够来支持他们回归社会。